虽然我移民了，但是我依然爱我的国家。上学的时候，我努力学习，拿着外国人的钱挤掉外国人的入学名额，就是为了给咱们国人争口气。我努力工作，在国外买了房子，就是为了占领国外的土地。国外不限号，我就买了辆大排量的车，就是为了探查国外的经济生活，顺便污染他们的空气。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非常大，教育、养老、医疗都消耗大量的国家财政，越来越卷的工作竞争也严重破坏就业环境。我就是通过物理移动，大大减轻了国家的负担。我即使已经是完成了大学教育的成年人，就是不想再占用医疗和养老这两项福利，而且生育下一代还会侵占他国的福利资源。另外，我一年休假130多天，月工作时间不超过160个小时，就是为了减缓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。我就是那个和平年代打入敌人心脏的坚钉，牢牢抓住不放手。你看我们的物理学家陈平教授，大大方方的移居美国，在德州雪灾的时候通过给300平米的大 house 供暖，就是为了进一步消耗当地的电力能源，并通过网络大力批评美国政府，就是为了破坏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。大家不要给移民赋予太多的含义，它就是个很简单的事情。我移民国外去侵占当地人的就业，去享受当地纳税人的福利，把国内大把的机会让给有才能的人，这就是我的爱国方式。我这么伟大，何来叛国？